可能。第三个这个研究我出来谈这个产品，但是讲现在是在讲，咱拢大家拢相信拢家己拢听有，但是听有不听有，要做会出来的，这诈骗是蛮做起来难。因为咱武汉最近这段时间嘛有轻轻的体会，那么呢，武汉最近嘛有看新闻，竟然足无简单的，就是讲，一个外国人的经营是全球最大的一家信业公司的总裁，伊法国人评价就是安尼，伊所讲的理论竟然是合乎咱的国法哟。所以叫宗教竟然是可以拉上等号的哦。所以咱武汉最近来唱歌一款物件，就是讲，咱现在咱看见咱暂时看，讲遐咱武汉讲，咱咧讲的咱的人性，宗教家咧讲的咱的人性，咱的人性，但是呢，科学家咧讲的是，就是一定要有做一个应用。所以科学家咧讲，咱的灵性就是讲叫做能量。所以能量伊是安怎负面的定义。所以也就是咧讲咱的灵性不生不灭。那么过来呢，也就是咧讲咱的囡仔啦，怀孕当中，为什么技术的人拢知影讲，胎教很重要。因为伊伫母体当中，只要伊胎教，伊的妈妈的思想观念是好的，是正能量的。那安尼一旦伊离开母体的时阵出来，咱大自然当中的这作出这能量，比如讲这个妈妈本来就是拢出自伊的思想观念拢足好的，那么这个囡仔是胎内底伊所讲的这个正的，已经是占了70%了。那安尼肩负的就是30%呢。一旦伊离开母体的时阵，大自然的能量自然会活入在他的伊的皮肤内底，去对应伊一定有这个事。那安尼看到咱是以前捌咧讲啊讲，咱人有分做10个层级，看咱这个带着这个骨的这个质感到底降几趴。这个都是很吻合，而且这个讲啊。咱人的毛病其实就是筋膜，我们也常说到筋膜，它内部筋膜10种现象。在对比10项的筋膜，一定爱用筋线。筋是迄个圣人的圣，他写的是圣人的圣，就是讲你爱有用到筋线来对比这10种的毛。那如果你都自己都不清楚，你到底你这个病邪会互咱银行无法来？有讲到阿传，互咱无爽快，我就感觉到我这就是种的啥，种的一病邪的，互咱家己无法度通去讲者，感觉讲受到委屈，所以呢，有当时人跟人的关系就会因为这样疏远了。所以呢，就是讲咱爱有法度通放在家己的这个体力，就像着咱主讲讲伊跳卡，伊已经知影讲伊安尼唔对，所以点咧量的时阵，他就已经知道，所以就有法度通用咱的心情去对比这个心魔。所以呢，这一本书，咱目前那科书看完就来整理完的时阵，就是想要跟各位分享，因为这本书连或者在公司谈的时候也感到很震撼，就是讲伊竟然是一个外国的人，而且是全球的总裁，竟然是所担任的是交咱的国法是可以相吻合的，所以呢，其实有一些为什么我们清华都好几10年了，但是有刚刚伊家己的心情，真正有事情呢，我相信无几个人敢也去。因为请规请咱无法度通去真正就是讲，家己知影规个毛病也我应该这个是错的，马上制止，就是爱给着心情，因为心情给这个正向能量，这个心魔是给这个负能量，所以你一定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正向
能量的正向思考，你才有法度通记住你心内的想法。若无的时阵，真的咱写文书也好，做的金钱也好，付出做侪金钱，但是呢，看讲有袂赢就是有袂赢，花袂赢就是花袂赢。不是大家不用心，是因为咱做做一个真正来工作。所以呢，或者是感觉讲，写文书一直咧讲着这物件，刚才谈到了就是讲无私。当然，你若是就是讲袂使利用啥，伊是一种的心态。有也好，无也好，毋是不把它执着在心中，安尼尔。其实没有很困难的，你说我尽力而为，但是能不能成，你不要把它另外一来去有别的时间挂掉。那讲无对不干做本来就光去就亏损，说这也在赶上大力量发展，不必这样啊。所以呢，一种的原因，看你自己的心态自己去调整，其实不会很修行这条路不会很辛苦，不会很辛苦。乌有经历嘛是不变，所以乌有经历这是什么非常重要的，但是伊能长，能好成功，这个这个是宇宙中的真理，这里讲基本一切，一切这个物件来这当中，这个话语这个世界，但是伊安怎讲？你动态安怎讲？有这样可能安怎讲的？跟讲这个理论嘛，但是理论在这当中是啥？理论这个有一定的准确嘛，这是有物件嘛，这个有嘛，但是伊就有一个空间，这个空间力，这个力理论，这个力嘛，这个嘛，但这个空啊，但是伊为什么讲这？讲较大这个物件，我到证明，它一直社会给了这数学力、物理、生产性力，生产力有东方时间讲这个这个所以你讲，伊用理论这个讲较好，关键是个理论这个物件，所以今日你告诉来，伊个讲这个物件，然后伊讲拢会讲，都是讲这个物件，都是讲这个物件，所以我讲这外国的这个学者基本是这个讲啦这个讲，你嘛是讲做啦离非洲的这个努力，这个天力，离非洲从这个天力这是前面我们总结那就这样做我们会的，这个好，这个感谢您在前道中，敦道中，下人家五前道中，感谢您之中，敦道中，在中，感谢您之中，下人家前道中，在中。三冲，下人冲，送下人冲，春到冲，在冲，三冲，下人冲，送下人冲。好，大家晚安。